最近好多人問我啦，AI 發展得咁快，我哋未來3至5年嘅工作係咪一定會被 AI 取代？我話俾你聽，呢個觀念係大錯特錯，千祈唔好自己嚇自己。其實 AI 根本取代唔到你，真正會淘汰你嘅係出邊嗰班識得用 AI 嘅人。點解？即係因為 AI 講到底只係一個超級強大嘅工具，與其擔心失業呢，不如即刻將 AI 融入你嘅日常工作。我俾3個最實用嘅方向你啦。第一，用 AI 做初稿，無論係寫 email、導橋定係寫計劃書，唔好由零開始，直接叫 ChatGPT 俾3個方向你哋，起碼睇翻一半時間。第二，用 AI 處理重複性工作，例如開完會，將會議錄音直接調俾 AI 總結重點同埋分配任務，唔使再自己慢慢打。第三，學識寫精準嘅 prompt， 好多人用 AI 都係問得太籠統，所以答案就廢。你要同時講清楚兩樣嘢，你想要咩，同埋你想 AI 幫你做咩，唔好淨係問啦。點樣做好行銷呢？你要老問啦。我係一間本地咖啡嘅老闆，目標客人係20至30歲嘅上班族。幫我寫3個可以直接用嘅 Instagram 嘅貼文，重點係要突出我哋嘅下午茶優惠。咁你睇下，有背景、有目標、有具體要求， AI 俾翻佢嘅答案就會直接有用好多。只要你掌握到點樣將 AI 變成你嘅好助手，你就唔使擔心被淘汰，反而係你升職加薪嘅最好機會。咁如果你覺得呢個資訊有用，記得 save 低啲同埋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㗎啦。